宝宝的每一次活动都需要纸尿裤，既舒适又安心。镜头前的宝妈们，今天我们来亲测一下念心纸尿裤的吸水和干爽程度到底会怎么样。180毫升温水倒入杯中，再倒入纸尿裤中检测吸水性。可以看见现在装满了水，用纸巾擦拭表面，纸巾依旧干爽如初，完全不渗水。丝薄晶体，导流瞬吸，尿液瞬间吸收，保持干爽，不起坨不断层。86个系带橡筋，符合人体工学设计，紧贴宝宝腰腹，不侧漏。在宝宝还没有拉尿的时候，它是黄色的线；当它装满了尿液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了深蓝色的线。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给宝宝换尿不湿啦。密不透气微孔，快速散发湿气，保持屁屁干爽不闷热。我们念心纸尿裤，无论你想要什么样的 size， 我们通通都有哦。念心云感纸尿裤一体裤，陪伴宝宝每一个微笑，见证每一次快乐成长。